金窟。黄金黄金窟就是讲咱的挂菜变咸菜，才不过变黄金。啊，就是变黄金色嘛。对。金黄金黄，啊，阮若要爱钱的时阵来遮学。阮的所费，阮的读册囡仔的注册钱，啊，太太要买菜的钱拢伫遮。对啊。要爱咱就来学就有，所以这叫做黄金窟啦。我甲大家算一个好啊，伊讲内底有几粒三五粒，三万五万， 3万粒。是啊，你安尼差不多发觉，你讲爱一个月啊，一个月了，摕起来就会使卖啊嘛。对，一粒会使卖偌济？称斤的。啊，差不多一粒安尼卖偌济？30几块，30几块。30块。嘿，等于讲3万粒有无？一粒30块，迄窟内底就900万。但是你靠条本钱。啊对啊，你这无去想到嘛？人工，系啊，肥料药啊，足侪钱。算你500万啊，500，因为爱种啊，你先爱种菜啊，爱种菜，爱洗菜啊，啊用车载等下嘛爱钱。无遐尔简单啦，啊无你去转行哟。哦，安尼算了，无法。